路加福音第3章，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第15年，彭修比拉多做犹太嘅总督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嘅王，佢嘅兄弟腓力做以图利亚老提拉科尼分封嘅王，利沙涅做阿比利尼分封嘅王，阿那老盖亚法做太子司，嗰時撒加利亞嘅拉爺約翰在曠野，上帝嘅話臨到佢，約翰就行遍約旦河一帶地區，宣布講：你哋愛棄絕罪惡，接受洗禮，上帝就會赦免你哋嘅罪。將先知以賽亞嘅書所記載嘅，在曠野有人喊講：愛準備好些主嘅道路，修葺其所愛行嘅西路，一切山脈全部愛屯滿，太西山崗全部愛削大，萬萬嘅西路愛修本其切，各大嘅道路愛將本其平，全人類攏總愛看到上帝嘅救恩。人群漸等出來，愛接受約翰嘅洗禮。約翰對佢哋講：你哋要屠殺，上帝嘅審判會到咧。你哋留到散得開嘛？愛用行為來證明你哋已經棄絕罪惡，唔好留到亞伯拉罕係你哋嘅祖先，就做得免受審判。我老你哋講，上帝能對列條石頭為亞伯拉罕錯出子孫來，布條已經綁在樹根當咯，但無結好果子嘅樹誒，全部愛斬斷，逼落火地杯。眾人問佢講：阿娘，我哋愛做乜嘅呢？約翰應講：有2兩內神嘅愛分1兩，分無嘅有15嘅也愛按肉。有啲稅務人也來愛接受洗禮，佢哋問約翰講：先生，我哋愛做乜嘅呢？佢老佢哋講：規定嘅稅金以外，唔好加數。有啲當兵嘅也來問佢講：我哋呢愛做乜嘅？佢對佢哋講：唔好用強嚇拿人嘅錢，也唔好靠人嘅油，愛滿足所量嘅錢糧。人民見來見去睇，大家心肝想，某一天約翰就是基督，因為安樣，約翰老佢哋講：我係用水為你哋行洗禮，總係有一個能力比我行較大嘅愛來，我就是老佢脫鞋也無資格，佢愛用聖靈老火為你哋行洗禮，佢嘅手拿定背旗，愛將大麥床釘槍，將麥嘅樹葉蟲枯，將香嘅用永遠不滅嘅火燒脫。約翰對人民傳福音，用千多無窮用嘅方法，勸話佢哋。總係約翰接批分封嘅王希律，因為希律討價羅太新橋希羅地，要做千多壞事。後來佢做一件行較嚴重嘅壞事，就係將約翰關在監獄度。一般人民攏總領洗禮，耶穌也來領洗禮。佢在祈禱嘅時，天就開，聖靈有形狀像一甲白一樣，降在佢嘅身上。對天堂有聲音傳下來講：你係我所寫嘅來，我所歡喜嘅。耶穌開始傳道嘅時，約30歲，在人看來，佢係約瑟嘅拉爺，約瑟係希利嘅拉爺，希利係馬塔嘅拉爺，馬塔係利未嘅拉爺，利未係麥基嘅拉爺，麥基係亞那嘅拉爺，亞那係約瑟嘅拉爺，約瑟係馬塔提亞嘅拉爺，馬塔提亞係阿摩斯嘅拉爺，阿摩斯係拿鳳嘅拉爺，拿鳳係以色列嘅拉爺，以色列係拿解嘅拉爺，拿解係馬鴨嘅拉爺，馬鴨係馬塔提亞嘅拉爺，馬塔提亞係西米嘅拉爺，西米係約瑟嘅拉爺，
約瑟克係約太嘅拉耶，約太係約阿拿嘅拉耶，約阿拿係利撒嘅拉耶，利撒係所羅巴伯嘅拉耶，所羅巴伯係撒拉鐵嘅拉耶，撒拉鐵係尼利嘅拉耶，尼利係麥基嘅拉耶，麥基係亞底嘅拉耶，亞底係高尚嘅拉耶，高尚係以摩當嘅拉耶，以摩當係尼嘅拉耶，尼係約瑟嘅拉耶，約瑟係以利以車嘅拉耶，以利以車係約lin嘅拉耶，約lin係馬塔嘅拉耶，馬塔係利未嘅拉耶，利未係示面嘅拉耶，示面係猶太嘅拉耶，猶太係約瑟嘅拉耶，約瑟係約南嘅拉耶，約南係以利亞堅嘅拉耶，以利亞堅係米利亞嘅拉耶，米利亞係買南嘅拉耶，買南係馬塔塔嘅拉耶，馬塔塔係拿但嘅拉耶，拿但係太維嘅拉耶，太維係亞士嘅拉耶，亞士係俄毗德嘅拉耶，俄毗德係波阿斯嘅拉耶，波阿斯係撒門嘅拉耶，撒門係拿孫嘅拉耶，拿孫係阿米拿塔嘅拉耶，阿米拿塔係阿明嘅拉耶，阿明係阿尼嘅拉耶，阿尼係希斯倫嘅拉耶，希斯倫係法勒斯嘅拉耶，法勒斯係猶太嘅拉耶，猶太係雅各嘅拉耶，雅各係以撒嘅拉耶，以撒係亞伯拉罕嘅拉耶，亞伯拉罕係塔拉嘅拉耶，塔拉係拿鶴嘅拉耶，拿鶴係示錄嘅拉耶，示錄係拿吾嘅拉耶，拿吾係法勒嘅拉耶，法勒係希伯嘅拉耶，希伯係撒拉嘅拉耶，撒拉係解南嘅拉耶，解南係亞法實嘅拉耶，亞法實係參嘅拉耶，參係挪亞嘅拉耶，挪亞係拉麥嘅拉耶，拉麥係馬土撒拉嘅拉耶，馬土撒拉係以諾嘅拉耶，以諾係亞列嘅拉耶，亞列係馬勒列嘅拉耶，馬勒列係解南嘅拉耶，解南係以諾斯嘅拉耶，以諾斯係西鐵嘅拉耶，西鐵係亞當嘅拉耶，亞當係上帝嘅拉耶。